在讲啥？但我朋友啊，甲恁讲啊，今日有够刺激啊！这头一届这一个网友见面会，一届讲来足侪人诶。嘿啊，录音的现场史上头一届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要10个人。有够闹热咧。毋是7月份的迄个足侪人诶，是现场真诶有足侪人诶。对，到底咱今仔日是啥物款的节目？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，咱来欢迎今仔日的主持人。欢迎。安尼恁是毋是着爱恁的迄开场？我想开场。恁的开场啊，恁的迄强龙强龙来咯！你的迄强龙来咯，强龙来了，强龙来了，强龙来了，强龙真正来咯！台语话强龙，欢迎大家来收听。哇，听这种朋友啊，这种感觉足奇怪。两个开场。因即摆的感觉是哇，有够奇怪，黑白边出现伫咧咱生活当中。阮即摆是台语话强龙出现，强龙出现伫咧阮的生活当中，有够刺激，有够刺激。来，咱直接进入咱的主题。来，请问这位来宾，你是啥物人？敢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大家好，我是尤啊，我住高雄公山，是黑白边的始终的听友。对，这种的铁粉之一呢。对。啊，今日黑白边邀请来，这是因为我有做一个 podcast 叫台语话强龙。对啊，你当初时敢有想过讲你会因为这个节目来互阮邀请？无啊，我想过，是愈想愈紧张。即摆有感觉讲做这个节目做价值了。有啊，我真好耍。两边阮现场这样就是因为由我带爸爸妈妈，还有因3个囡仔，还有因翁做回来甲阮录音的现场。敢要拍一个招呼来，阿公阿嬷，大家好，你爱讲大家好，我公山阿嬷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公山的阿嬷。啊，你阿公是公山阿公吼？公山的阿公，大家好，我是公山的囝婿。趣味啦，真正趣味。今日来到台南，由我因特别拄高雄来甲阮会合，真正是足感动的。对，感动。听你讲话，知影讲你平常是有咧讲台语哦。其实我最近真开始讲台语是这2档的代志。这2档啊，才开始学台语，结果真有法度安尼。应该讲我自细汉拢听我时段讲台语。对。但是我因较早公山阮住灌区。对。厝边隔壁拢讲华语。哦。所以我出去参朋友拢讲华语，阮爸爸妈妈迄阵嘛教我讲华语，因两个本身讲台语啦，但是拄着你就变华语对了。嘿，有时阿公教我讲话，阿公讲台语，我嘛是用华语甲伊。不过这2档开始练，但是你练起来，但是你开口足正的呢。我做认真练。你无讲是做啥物工课，感觉台语有关系？我是伫高中咧教册，但是我是教国文。我就是教台语呢。不是，我毋是教台语。无哦，敢要去考咱就是台语的认证。我有考过台语认证。考过，敢会使就是去教台语课。会使教，但是无真学校无排着我教。无彩啦，阮这以外会当教强龙的。对啊。好，你真正有写批甲阮讲，就是你做这个节目的原因。但是因为咱最近听友有变济。惊讲有诶新的听友毋知影，你敢会咱去甲阮讲一遍？你当初是啥开始做这个台语话强龙的节目？就是2档前我开始认真想要读台语嘛，还是一天我伫学校散步，就看到阮学校搭一张海报，像成大全民台语认证。我就看全民，迄2字我感觉真有意思。全民表示大家拢会使考。对。迄阵阮妈妈拄仔就已经退休无代志嘛。对。所以我就讲，妈，我们来考台语认证好。我就叫我妈妈做伙考，我妈妈想讲，台语是要考啥？我讲，听讲有册哦，我就去买册。对。等下我2个就伫遐读。对。就是开始考认证安尼啊。一开始妈妈就讲，安尼先报 A。先报 A。这毋通讲伤济，考认证代志，公司阿嬷有写批来。阮咱迄写批你直接公开吼。对，你去考过认证了。对。考过认证了，因为本身是老师嘛。对。教育部即摆就是希望较侪老师会使投入教台语的这部分，所以有足侪讲习去讲习的时阵，对，就是迄届的讲师是钟宪老师，王钟宪老师，迄阵伊就分享一篇文章是天文的，天文的，伫写天文，伊迄阵就讲台语是会使讲万事
闽对南嘛会使讲，各种主题拢会使用伊就讲台语来天文讲。嘛会使讲，啊，我就想讲，阮故事拢要用台语讲互囝听对嘛，啊，迄阵就摕孔良的册，对，啊，一开始我拢是看有诶就讲，啊，看无就跳过人跳过啊，尾就想讲啊，安尼。应该嘛会使像老师讲的安尼，就是甲写起来，写互较专业的安尼。哦，啊，我就想讲啊，我就写，啊无我就练习讲话嘛，啊，对啊讲就甲录起来，嘿嘛家己一个挑战甲纪念安尼。哦，但是你做的这个节目我听起来就是拄迄片头，拄则请三个囡仔就是跟着来咯，我甲讲说录片头，啊，还有你配合的音乐。顶顶听起来拢真专业，你竟然敢有这相关的经验？其实我无做过这种代志，无做过这种代志，啊，做过遮尔好，听众朋友有听到无？有实在欠相关的人才对。我应该讲是疫情开始有听做这 podcast， 哦，啊，拢想讲其他拢有一个片头安尼啊，想讲咱应该嘛爱想一个片头。啊，当初是安怎会行入阮即条黑白边的不归路？会开始来收听，倒位听到的，去倒位发现的。迄阵拄开始要想要练台语嘛，对啊，我就想讲啊，加听一寡节目，啊，我就拍开始找台语，拍台语2年，歹势啊，阮就拍台语2集，阮就是第1名啦。第一个走出来就是阮对吧？这阮拍片足久的呢，阮当初是竟然拍台语，拢是别人。阮拍片几个礼拜了，阮开始，哎哟。名次一直排起面，我想讲总有一天阮会就是变第1名。即摆话恁讲恁拍台语拢是阮啦，足敢讲的。对，无啦，阮无买啦。无。安尼想要问，由我讲你做这个孔良的节目，拄着上大的困难是啥物？啊，佮你的资料拢是去倒位找？阮兜有一寡孔良的册啦，啊，较侪是伫网络顶管找。网络顶管对，网络顶管找啊，但是拄着的困难一寡较特殊的名词，可能较专有的词。嘿，换做台语，对啊，尾我就你换你伫紧张啊，我叫我妈甲你拍。是的，尾我就想讲，遐足专业的词，对，囡仔嘛听无，对，所以我会，对啊，我也就是啊，对啊，就找我家己看有诶，甲去看就好。对啊，拄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孔良的名，对，譬如讲像三角龙迄种做好理解嘛，啊，但是有诶是用伊诶地方诶名来号诶，也是找着迄种孔良诶人诶名，啊，就外国人诶名，对，你要甲安怎换做台文诶名呢？而且有诶是号名是用伊诶外形去号诶，对啊，所以你就是照迄个物件去找。啊，你一般换做台语，你用什物经济，还是讲你就是尽量文音，还是会尽量用外形，是伊诶色水啥物就去做判断。有诶会使直接用伊诶华语名来换啦，有诶有华语名有时也写足济名。又称作，对，啊，我就看多一个较好翻，我就用迄个来找一个，对啊，因为其实囡仔嘛知影讲什么用，但是无一定知影伊的学名，对啊，较属于是迄种外国人的名，迄种孔良，啊，顶间我拄要参加讲习嘛，啊，就是何信涵老师，信涵老师，对，我就去甲问啊，伊就甲我讲，你就直接用伊的外语的音来翻就好，譬如讲一个威尔森用。搞起来呢，对，因为像真正有一只叫做，我是甲翻做金德良啦，金德良，嘿啊，但是迄阵就网友写批甲我讲，外语的音是亲啊，但是我因为伊翻译本来是写钦佩的钦对，啊，但是我甲直接读台语变做金，伊讲安尼音就走去，对啊，不然我就写台罗拼音，赞哦，安尼嘛会使。啊，想要问讲就是刚有拄过，就是网友来挑战，还是甲你讲啊，你这毋对，较无，应该可能较少人听无，有讲互我一寡意见啊，就是真正讲名的问题，啊，佮有讲可能讲迄只孔良，那像毋是。电影内底毋是安尼演的，啊！我讲迄是我无讲我做清楚啊，是做一出电影嘛，做几个电影做一出啊，可能伊想的甲我讲的无共出安尼啊。所以即摆孔良的资料找偌济啊？找偌济哦，我即摆我感觉孔良做济他讲的呢，做济啊，看起来使做100集无？阮囝是讲叫我看会使做到100集无？做到100集是毋是爱有特别节目？有无？会无？100集爱有一个特别节目？想看，咱来学孔良叫黑白边做。我讲菜，迄集一点都菜，差个变过哦。好，安尼想要听他们讲，就是有一寡集数听起来录音的声无啥共款，敢是因为无用录音嘛？是讲用无共款的机器伫录音？录音的声，因为最好笑就是一开始我是真正听人讲伫3度内底，这就是现来嘛，现来嘛，
知。之前伊讲第三度啊，迄阵伊还袂讲到最清楚的时阵，我想讲三度哪有可能入去？阮兜的三度都无遐大对，你看，大家拢甲我共款，有共款的疑问，结果尾仔才知影讲三度拍开个人挤入去。啊，不然想讲安尼就是要有一个较细的空间，啊，我就伫我的车内底录，因为我无啥物设备啊，我设备就是手机啊。哦，啊，你敢有挂耳机？无，我就是一个手机啊。哦，因为最近是有人讲，就是手机啊倒迄有耳机，啊用迄耳机的迄个麦克，因为离咱较近，所以若是伫咧车的空间内底，就是无吹冷气，也是无啥物，迄听起来声会较清楚。对啊，啊，所以我就是伫车底啊，无吹冷气嘛，啊，但是无吹冷气都热呢。迄我刚开始做的时阵是寒天啊，无要紧，啊，就是愈做愈热，听得还要变啊，啊，不然都要现啊妈妈恁讲来个访问嘛，吼，伊就讲三度是拍开就好，我想啊，原来是安尼。你这时阵若爱讲公产的竞赛，咱来换一个较大三度啊，换一个三度是三个囡仔会使挤入去，啊妈妈会使关伫门口口的迄种的啊，咱换一个较大。好，啊，过来就是三度，所以我就换三度拍开安尼啊，有时是伫阿嬷兜的三度，阿嬷兜的三度，有时伫都有三度，四个安尼，四个拢是我的录音场水，所以这样可能会无啥共款，因为无共的三度。安尼咱开放网友就是要讲来，请问这集恁要看是阿嬷的三度，还是阮兜的三度？安尼个会使做一个就是互动，对啊，安尼个会使做一个互动呢。过来要问，因为我讲后面这几集啊，有加入甲囡仔的对话，感觉安尼真古锥，是即个想法是你家己想，还是讲囡仔嘛想要落看卖？一开始是阮大汉查囝老讲，妈你的拍开始做地，一开差不多3-4分钟。但是我有个问题，恁用啥物听妈妈的 podcast？用手机啊？用手机啊？啊，你家己有手机啊？无啊。你用妈妈的手机啊？嘿啊。啊，你听的迄个数量就无算啊！你还去摕别人的手机啊？去摕爸爸的啊？去摕阿公的，去摕阿嬷的啊？因为一支手机啊，字一遍有无？听了，伊就敢若算一遍。啊，你若是有4支手机，伊就算4遍。啊，你妈妈迄个有台语腔量，伊就走起来面顶了。你找台语，咱这台语数字啊，对，数字就会清起。啊，但是你若是摕妈妈的手机啊，摕起来有无？一直听100遍，嘛算一遍尔。是毋是感觉做无彩的对无？对，安尼以后要去摕别人的手机啊无？好啊。你以后拄着亲戚，你就讲阿伯，你的手机啊借我一个，啊你摕开点一遍，好听了好兄弟。阿姊，你这手机啊摕开我听一个，过两工，咱的台语话腔量冲到第一名，随敲揣对。对，啊你讲一开始就想查囝囡仔讲想对啊，伊讲你应该加一寡对话啊，我讲对话，但是对话文稿做歹写。所以我就想讲，安尼我搁想看卖到底是安怎啊？不然是因为我有阮同事讲，阮同事甲我支持，帮我听者。啊，阮同事就讲，恁若写出古锥的，你会使找几下数出来，叫恁若念一摆。我想讲，甲念一摆，那就嘛较无啥物趣味，所以我讲啊，无就迄几个数叫恁若做句啊，甲恁若开讲安尼。对话感觉。对啊，所以伊要爱对话，我就是家己后壁遐对话。所以伊家己想讲，伊想要讲啥？我会先找数出来啊，要讲啥拢是因家己自由发挥。所以目前咱即个对话部分敢有满足你的需求？有吼，啊，这部对话到法度过来愈来愈长，应该有法度。应该有。我有发现哦，我有去统计迄个节目的分钟啊，就是开始拄在短，愈来愈长哦。恁过来可能有机会甲我共可能变30分钟哦，变半点钟。对啊，因为若是真正今日有一个就是爸爸妈妈甲囡仔开讲的专台语的，我会想要听呢。因为咱即摆生活，因为囡仔讲的话拢足古锥的，拢会较讲一寡就是，毋是咱即寡普遍世俗会知影。就是囡仔的思考啊，足天真的，足直接的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妈妈你听阮的节目的时候，囡仔毋是拢伫边啊？啊，听有西radio的部分，免安怎？伊嘛伫遐笑啊！有啥讲？这篇是妈妈你写的，有听到妈妈的分享，听到妈妈的名。妹妹，你甲阮主管讲，迄西radio是毋是足好笑的？对。是毋是咱其实是你教大家讲，变数以后爱安怎处理才会清气，对无？对。咱毋是啥物无文化的节目，对无？对。不是第四个。主管即摆压力足大的，想讲到底是在讲几遍？安尼囡仔录音的时阵，敢有啥物趣味的代志？就是因有时仔讲到足含的啊，讲到足含的，就是天马行空啦，就是因的想法。有时仔即个事你都无想到讲伊会想去遐去啊，是伊会想。
也想到的物件，甲阮本地实相的拢差足济啊。这可能就是白边的心得啊，因为伊甲我伫主持节目的时阵，伊嘛定定感觉讲这物件，我哪哈都讲出这。对对对，定袂着欧边的想法咧，我毋知影要回啥。因为我就是一个囡仔，阮是一个18岁的囡仔。啊，好18岁的囡仔。啊，想要问讲，就是每一集你要教迄个词啊，你敢有提早发想？我会先找啦，你会先找？即集内底我想要讲对几个词，我会先找。啊，找有诶，可能我要先了解伊诶意思，我家己若讲毋对嘛，所以我拢会先去查。啊，有诶，佫会查到一寡小工语，就先煞讲安尼。但是你查诶时阵，譬如讲咱今日要教即3个词，你该即3个词就先甲因讲。袂，我无先讲。对，我就是感觉现场我感觉迄现场迄个效果因讲出来的话，毋知会好笑。你若是平常时就写好诶，迄种诶，因为想好诶都录起来都安尼。对，怪怪差。这囡仔就写就写。好，拄则咱开场诶时阵，就有听到讲，咱有邀请咱一个小小诶 Podcast 冠亚，冠亚是倒一位？我你是姐姐对无？对，啊，你来讲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冠亚。大家好，我是冠啊。对，啊，过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。过来，换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阿伟，阿伟写高水，高水。好，来，咱先问看，冠亚你今年几岁11岁。你拄则想一个，11岁真是几年？5年。你头拄毋是讲伊6年6年。伊头拄讲的时候，听众朋友都无听到，你今什么意思？头拄讲的时候是咱咧开讲，是我有听到。是咧，对，6年。好，过来，阿金几年3年。 3年是10岁，对无？你爱讲对啊？你点头网友听袂对到？啊，出声。阿伟啊，阿伟几岁1年。 1年7岁7岁8岁6岁。 6岁才读1年，毋是7岁才会使读1年。 7岁。我是阿伟，7岁，今年读1年。哦，伊声够高嘴。阮这头一个现场有这个囡仔的声，听到耳机有耳仔爸爸。高水。好，啊，想要请问讲，恁即马对妈妈来练台语有好耍无？有。恁伫学校敢有伫讲台语？无。恁高雄的学校无伫讲台语？无，因为同学拢听无。同学拢听无？恁三个伫学校拄着，甲伊讲台语？袂。恁是袂伫学校拄着，还是袂伫学校讲台语？袂伫学校讲台语。啊，恁伫学校会拄着？会拄着。恁无共年，毋是伫无共楼？无共到。拄着的时阵拢无伫讲台语。无。啊，恁敢有甲恁同学讲恁伫录 podcast？无。恁讲咧，我 podcast 呢，你台语会讲。啊，恁啥无共介绍？因为毋知影要安怎讲。毋知要安怎讲？我问你，若今日妈妈甲恁讲，伊有伫听黑白边的节目啊，你要甲别人介绍，你要安怎讲？毋知。毋知，你想一个，因为恁有伫讲这个节目，你爱甲别人介绍啊。对啊，你爱替妈妈冲迄收听率。对啊，阮有一个听友叫做宝啊妈妈，宝啊妈妈讲，伊逐工坐车的时阵，拢伫放恁的台语话腔调。出感动。我咧先甲咱咧后一集要讲的物件讲出来。好，啊，你想要问讲，恁之前敢有听过，就是阮唱囡仔歌的迄集？有。恁敢有学唱恁平歌？常时敢有来听什么囡仔歌？你迄条叫啥物啊？迄条叫啥物啊？人家海拔，对啊，恁敢有晓人家海拔？人家海拔，人家海拔。为什么你用念的啊？你会晓唱哦？来收水。来收水。啊，过来咧！我还要全部现场无一个人会记即个歌词，阮当期会叫人讲无？恁今日敢知影讲来阮的节目爱唱歌？啊，伟啊，你敢知影来阮的节目爱唱歌？毋知。毋知。妈妈有甲你讲，要记你啊！啊，恁今日有准备，就是要唱歌无？无。伊讲顶件黑白边迄集内底讲着迄一棒鸡二棒鸭迄个，伊讲哦量甲无够顺，伊要量甲无够顺了啦，检讨者好啦，想念的啊，你吼，讲实话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吼，有人听讲应该袂。因为你知影啥拢知影是你哦，因为我听过了，我感觉茫，想讲，我哪像无讲过即个物件，安尼敢毋是我？伊讲伊想要念看觅。好啊，请开始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人姊妹仔做伙。一棒鸡，二棒鸭，三分开，四小塔，五大兄，六拍手，七围墙，八蒙片，九溜圆，十扣起。哇！小
厉害啊！那安尼啊，你检讨一下啊。即个我离我的细汉想啊，我本来就是因可能爱看啥物物件，无呢，免啊，因拢免看物件呢。你知影阮去甲你录音的时阵，阮就是安尼摕咧。啊，开始唱歌，阮就搁想讲，看迄个字啊，我想袂出来迄条歌要安怎唱，我就先试暂停，啊，我就先去听迄个物件，听了唱，但是唱了唱，拄则伊就在讲我迄两只海拔啥无唱，因为我惊我走音去，你知？啊，阮唱一下，阮搁录音录落来，阮搁唱一下讲，即条歌敢是安尼唱，阮会甲伊唱做是别条歌。好，念即个歌谣以外，啊，敢搁有唱歌。阮这是一个歌唱节目，恁会记哩无？对，哦，因要唱迄个游台湾中有一段 rap 足紧的遐。哦，遐厉害！诶，哇东北阿大米，蚵仔米小菜水，两边教好家己，麻油鸡是够早味，汉汉子三尾颜色鸡配蛋鸡蛋，猪血粿烧酒类炒豆腐配冰豆花，红烧麻白菜卤烧酒下甲油麻咯，蚵仔煎点味素，米粉炒甲蛋阿米糕，你啊市区服务较好，有只有你送会好，咱庙口四界拢是保有保庇讲好佚佗。哇！够好啦，好厉你看我下海落来啊！你看我下海落来，我听你条面中我毋敢喘气诶，我想讲我来喘气影响着呢，对啊，阮拄则交家己影响着我无喘气诶时阵，无吼，我够厉害啦！恁练偌久？3工？3礼拜。一工，安尼咱是毋是在现场来练一条歌？比如是因为我车顶拢会放台语歌，对啊，啊伊拢伫车顶拢会唱啊。你台语歌是啥物路线诶？啥物路线拢有啊？啥物路线拢都是儿童诶歌，就公司毋是有出一个咱诶歌，对嘛，啊，搁有古早诶单类诶，所以因遐唱单类啊，你无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。然后欢喜就好，然后 rap， 欢喜就好，恁家唱一句尔。因为我其他拢袂记哩啊。哦，好，你这音听无？歹势。啊，就足济啊，阿宽面的歌嘛有啊，阿宽面我爱唱一啊，阿宽面 rap，迄个韩面啊，袂记我勇哩啊。敢打拼，帅的和成功相闪，将咱的故事写成歌，谱成咱的密码。I have to keep running， 你看花比爱你，一切变感性。今后的路上是定会通明。啊，个观音的部分，我勇敢打拼，行，换恁观音节啊，我勇敢打拼，所以和成功相闪。哦，厉害。过来我就袂记哩啊。好吧，紧啦。咱阿宽面已经来过啊，毋通替伊拍伤者讲。这版权是伊的，我才敢安尼一直唱落去。阿弟拢无唱着，对啊阿弟碰是嘛唱出一歌啊，恁敢有咧唱迄种古早迄种丢丢动啊？火车行到伊就阿妈伊就丢，哎哟蹦空来，蹦空的水伊就丢丢，动啊伊就阿妈伊就伊啊伊就滴落来。哇！咱这等足久啊，阿伟啊，总算是开金口咯。阿伟啊，来现场过来唱一条，毋是爱唱诶，毋是爱最近毋是唱诶啥物？必顺，必顺啊！恁敢有唱必顺？一块荷兰米小吹，数几轮体无咱。登去练即条哈，登去练。一切是爱你爱甲超过，死去控制，爱到这样。已经无路好摕。阿伟，你爱唱啊？你袂使偷偷。原来爱情是深情无底，一时的快乐，价值偌济。伊说是爱你爱甲超过，死去控制。听破手来绝情批。这接落。袂记哩啊。袂记。这常用这歌词，阮今日嘛，毋知啥来唱 KTV。对啊，咱这真趣味。哦，因唱的歌足新的呢。因唱的歌你新啊。你爱唱台语录啊？因为过来后日，阮后礼拜要录台语录啊，阮会当甲恁的迄发录台语录。透早日头拍脚车，看到主人也是咧我面床。会记你因在你要去动物园，所以我用猫仔话来叫伊起床。喵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喵。
中大日头赤爷爷，我要来食一尾好食的鱼仔。看到涂骹有几若只狗遐，所以我用猫话甲讲，莫互恁食。喵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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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要安怎？日头要落山，远远飞来一只白头壳仔，伊伫啾啾啾，搁愈叫愈大声，所以我用猫话问伊是咧讲啥。喵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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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暗时啊，日头无去啊，主人讲着爱较早困，才困会饱。毋过我也想要伊陪阮唱歌，所以我用猫话来喵，我嘛爱困啊！哇哦，水啦哦，赞哦！哇，这甲囡仔录音现场真正是真趣味啊！真闹热，真欢乐。啥物款的代志拢会来去发生。好，安尼，咱拄则咱3位小小 podcast 唱歌、念歌谣，佮有 rap 的部分拢已经表演过。安尼，所以就是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，来妈妈来认真介绍一下你的台语话腔量。对，就是我有一个 podcast 叫叫台语话腔量啊。FB 顶管嘛有袂重要，所以会使伫 FB 找台语话腔量啊。我所有的迄个文字我拢有写伫顶管啊，嘛有迄只腔量的图。因为 podcast 就敢听都无看到图，就会使去面册顶管吹。妈妈想要请问讲，我敢会使就是甲即只腔量的图传互你讲，我今日想要听这，阮囝介意即只，敢会使就是点菜，敢会使安尼？哦，无真无即个服务。我无菜的啦，我本想讲我要做头一个。对，我无真，因为我无真的计划是先甲食肉的讲了。哦，食肉的讲了，啊，个也是食菜。对。听讲咱阿伟也有一个就是愿望对无？咱要做100集吧。对，伊要做100集，伊希望妈妈会使做到100集。阿伟啊，咱做100集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做100集要来一个特别节目无？好。好啊，特别节目到时阵再想看要做啥嘿。阿伟也想讲，这做差。恁敢知影咱上尾咱结束的时阵爱安怎讲？知吼？听讲因会晓就是咱迄咦。你要念阮这小编听你讲晓？好啊。我也无互你念一遍看下。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听爱甲小编讲，事事万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要是我这真正是有听友啦，我感动诶。有够甜诶！下比较顺诶，你免啦，安那，较顺要换人啊。哦，你这19岁要叫换掉换，你换这更较我叫滚姐哈。好，安尼今日真欢喜邀请到这油啊规家伙，公山规家伙来到阮现场。咁边阮的家庭啊，对啊，阮现场有翕相，就是迄之前阮兜的人，所以袂使囥出来。好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就们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，耶，水啦！来啦，介绍一下，你讲你迄只叫啥？波加曼，波加曼，你家翻做台语啊？唔知。波加曼，我乱讲诶。啊，你啥今日带即只来？因为伊做古出，你著安尼收底啊，无法度囥呢。我家囥去 NG 好啊，家囥去 NG 好不好？讲一下今日去录音的感想啊，有啥物想法？希望我阁会使去一摆。是都想要去录音？有，看起来做熟悉的，抓起来应该会做熟悉。录音真趣味，第一届甲乌白边开讲，我甲做欢喜会学。希望乌白边来做阮的来宾。100集的时阵，
我感觉今仔日去录音足好爽，因为伫阮兜录音拢是用一支手机放伫阮4个人中，就直接安尼讲话。去遐落会有麦克甲耳机，感觉足趣味的。希望一百集的时阵，阿母会当邀请黑边甲白边来做特别来宾。再会。